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9月11号。咱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9篇，箴言21章第1節到17節，馬太福音21章23節到32節。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言行合一。而馬太福音21章的經文其實是足特別的記載。一般咱若佇福音書看到的故事、假事，也是譬如大多數若講到大囝的問題，通常攏是心口不合一的人啦吼，因為佇福音書內底呢，大囝是譬如做選民，也是咱講猶太人。但是佇今仔日的經文馬太福音21章28節到32節這個所在所講的大囝，雖然伊是嘴念拒絕，但是卻是一位有執行力的人。細漢囝滿嘴答應，但是安那攏無要去做分擔吼。但是呢，基本上這兩個人攏有問題啦，攏是心口無合一啦吼，言行不一的人。嘛真正是安尼，就是講大囝雖然頭前拒絕，但是尾仔會去執行，猶原受到稱讚，伊是這個受稱讚的對象啦吼。不是個哪陣會使講一開始就有好的回應，並且有好的行為，當然安尼就更較好啦吼。親像雅各書的中心思想，伊所強調的信仰重點，咱根據這個保羅得救的觀念，講心相信、嘴承認的人就會當得救啦吼。那這個部分雅各伊感覺講言也未達到行的部分，雅各非常強調講，迄個得救需要用實際的行動來證明你所講的，就是心嘴承認這項代志是真的啦。所以佇遮耶穌基督用大漢囝來譬如遐個抽象的、扣稅甲遮個娼妓吼，因雖然一開始的時陣拒絕救恩，但是因開始接受的時陣，因就會馬上行動，甚至因可能會超越着猶太人吼。所以，迄個代表猶太人的細漢囝，卻是滿嘴承諾，但是無執行的能力。因活袂出好美好的見證。耶穌基督安尼講，耶穌，我真心中甲恁講，這個扣稅的娼妓要比恁大聲成做上帝國的子民，因為洗禮約翰來，伊只是恁應該行的路，恁毋相信伊，但是這個扣稅甲娼妓卻相信啊。恁看起來猶原無改變心意，抑閣無相信伊，所以要將做一個心口合一的人，確實是無容易，但是卻是必要的工作。佇聖經記載，祭司長甲這個猶太人，因來質疑耶穌這個假使人的權柄，因所質疑的毋是上帝的權柄，因所質疑的是耶穌無受到長老甲祭司的授權，就佇聖殿來假使人，好那親像奪出因的這個權柄共款。
但是耶稣听到因的挑战了后，反倒转用洗礼约翰的权柄来反问因。因为洗礼约翰伊嘛毋是照着传统的即个先知的工作来去做伊的先知的一份，伊却是借野蜜来传悔改的福音。虽然是安尼，但是这个祭司，也是讲咱咧讲犹太人的长老，因却毋敢质疑约翰。所以咱看见耶稣的提问，就互遮的祭司甲犹太人的长老真为难，毋知怎样来回答耶稣的问题。也好若亲像伫箴言21章第20的经文，安尼甲咱讲，人掠做家己所做的拢对，但是上帝却审查因的动机。一件真公义，比献祭更较得上帝的欢喜。到底上帝爱是甚物？遐个人家己掠做家己对。敢是安尼？特别伫伊的悔罪的诗篇，就是诗篇51篇的经文，安尼讲。第10节，特别安尼祈祷，上帝啊，求你为着我做一个清洁的心，互我内面有定心，有这个正直的心。另外第51篇的16节、17节，咱比较较熟的经文，代表安尼讲：你本地无介意祭物，若是爱，我就要献；烧祭你也无爱。上帝所要爱的祭，是忧伤痛悔的心。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定无要看轻伊。这是代表对心底悔罪的一个诗篇。另外，咱也伫这个箴言21章的经文看到所罗门安尼提醒，伊讲公义的上帝洞察遐邪恶的人的心思，伊要互因来灭无。这个趁耳孔无要听丧向人哀求的。因家己咧求帮赞的时阵，也无有人会插伊。暗中送礼物，会互上帝受气来煞；用钱来报路的，会来使这个受气并讲行义的，会互正直的人欢喜。做歹的人却心内惊吓，对面伫的人路像迷失的人，死亡在等待伊。规工伫遐咧宴乐的人，一定会丧向。食清无限制，怎会当来富足呢？上帝所要爱是忧伤痛悔心。是一个心口合一的悔改甲死命。上帝无爱人安尼规个嘴讲甲全部，却无疼人的心。所以会当真做一个心口合一的人，这个人正是上帝所欢喜，也是基督徒所应该学习并且努力达成的目标。